隨住《尋秦記》電影版票房大賣，女主角宣萱成為城中焦點。最近佢上導演葉念琛 YouTube 頻道節目《深度 Casting》，罕有咁同大家講佢近30年嘅演藝生涯，仲分享咗同古天樂、張家輝、羅嘉良等重量級拍檔合作嘅趣事。喺節目入面，宣萱回憶啱啱識古天樂嗰陣，覺得佢有少少自閉，唔多講嘢。性格開朗嘅他主動撩古仔傾偈，慢慢建立咗默契。佢仲笑住話，後來古仔做訪問都好中意同佢一齊，因為佢唔使講咁多嘢。講到另一位影帝張家輝，佢都有難忘嘅辛酸史。透露拍片中傳奇，因為劇本安排4位主角每場戲都綁埋一齊，導致大家休息唔夠，最後仲要集體投訴監製。宣萱直言有場戲佢嬲到除頭套就走。宣萱眼中張家輝係個好搞笑、好歡樂嘅演員，但當時連佢都受唔住。當佢唔出聲時，我哋都唔敢出聲，因為知道佢差唔多已經到頂點。宣萱仲大讚佢嘅最佳拍檔羅嘉良，話佢好專業，合作一定俾足100%你，仲會分享人生經驗，提點後輩。佢自爆初入行嗰陣，曾經為咗喊戲苦惱，同鄧萃雯請教應該點樣培養情緒。除咗講合作過嘅演員，宣萱亦透露當初決定離開電視台嘅契機。佢坦言幕後團隊變動會影響工作氣氛，佢認為做人最緊要開心。當發現運作方式唔啱自己後，佢就選擇離開。